这个万事起头难，我们就从台南出发，台南开始。前进台南，加油！我今天下午2点钟啊，在这个台南市议会对面，我先办了一个这个问政说明会。那我想说，这个天下第一律哦，那就定一个15个人的座位。就下午来的时候，来了快100个人，把现场给挤爆。所以我认为，台南作为整个台湾开发发展的第一站，在文化文明是台湾的先驱，所以相信新党的发展、新党的再起，世光跟我们台湾的未来都会从台南开始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的这个，我们简单说，因为大家吃饭一直等都说，就是上下左右，就上下左右。那什么是左？在政治当中，左的版图强调的是分配，强调的是公益。那刚刚我们全委会啊，几个全委的代表提出了，第一个我们要公益，要公平。我们第一个主张啊，主席说要卖个关子，但我们就先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主张未来台湾走向了这个征兵制之后，我们4个月的这个义务役啊就取消掉，因为没有意义。让年轻人不要浪费时间等待兵单，也不要去浪费这4个月时间做军训教育。另外，世光再加码，很多总统当选人当选之后都会搞特色，我们要做一个特色，我们要把台湾年轻人的学贷，我要全部特色，不用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台湾平均年轻人会借学贷。其实都比较辛苦，大概要花4到5年才能还掉这个学贷，等于借学贷的这群年轻人出了社会，就比人家要浪费5年，要多花5年来把这个学贷还掉。我相信有人借了学贷，那世光说，那我没借学贷，我不是吃亏。这跟特色一样，今天我们是合法好公民，我们社会资源或能力比较好。我们就多帮别人，所以2020年世光当选总统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学生贷款给特色，这个金额不太多，可是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有希望、有未来、有发展。那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我们一般正右边是讲的是自由，讲的是发展。我们的主张是在今年底，包括现在整个东协。跟中国、跟日本、韩国都要谈自由贸易区，我们要争取加入，我们要赶快加入，我们要积极加入。我们都知道，台湾是靠贸易发展，我们吃得饱、吃得好，都靠贸易，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机会，这是我们在对外的政策。最后，我们要讲上跟下，就是上下左右，上很重要。什么上？让年轻人有机会发声。让年轻人有机会上台，让新党在2020年能够为人民发声，能够为人民上台。最后一个下什么？下什么？我们要下架民进党，我们要下架蔡英文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下架民进党，下架蔡英文。我们2020年就是一个左右上下。我们最后的目标，我们要支持能够把民进党下架，能够把蔡英文下架的政党跟候选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人批评了说，新党你怎么又来搅局呢？大家要把力量集中起来。我说一句实在的，他们2个人能不能参选，还在未知数，因为首先要联署过关。联署不过也不能参选，那么，但是新党推他们2位出来，然后参加2020的大选，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搅局，因为一个政党，它本来就应该有权利来参加各种的选举。我们之所以推他们出来，也就是要告诉所有的选民们。新时代的年轻人应不应该有机会参选？我今天看到报纸上说，国民党的不分区
吴主席会领头挂第一来参选。他假如是真的这样的话，那新党大有机会因为其他政党假设还是这些老人出头的话，新党预先预告年轻人出头，要代表新时代的年轻人来为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。这就是一个政党存在的目的。政党存在不是永远都是老人而新人难出头的。我们并不否定老人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也老人我今天80岁，我还站在这里，还在那里努力。所谓何来？就是希望下一代有机会。我就直接开诚布公讲一句话好了，他不是兄弟党，他是什么党？他不投政，他是什么？然后他不是一家亲，他是什么啊？这个两个政党各种的理念，绝对是追求的目标，绝对是应该一样的啊。我的两岸政策到底什么？很简单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。宪法怎么说，我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请问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有错吗？没有。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怎么定，我们就怎么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不必多说了，这个回答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不满意，你问我们，你认为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时代的需求，你认为是落伍的，可以。今天完全执政是哪个党？是民进党。你改啊，你有种你改啊，你就直接在立法院就提出这修宪的条文啊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改，只敢说不敢做。本省有句话叫“俗辣”，就是俗辣。你敢讲这么大声，台湾独立建国，我给你拍手，后短档可以，你愿意抄民党给刚挑衅可以，你有种你干，你就做，你就从这个修宪开始，你就从修法开始，你不敢啊，你又不敢啊，你不敢就表示你胡说八道，你只敢来阴的。